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来祈祷，来学乐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用这首诗歌《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甲咱三甲同在。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乐。对咱显明，主同在，对咱显明，伊名真多，伊名。搁一遍来，主同在，对咱显明，主同在。咱要为着咱要献上感谢，甲咱的声音，咱的开脚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大权能的囝，恁着将阳光开来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我对你拜托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咱要做伙来开声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也恳求伊来赦免咱有意无意的过犯，咱同心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因为你互阮有恩典，互阮会当伫遮做伙来学乐来敬拜，这是何等的幸福！让愿主你帮赞，互阮伫学乐敬拜中间感受你的同在，让阮继续来到你受宝座前，恳求你的赦免，你的怜悯，愿主你是阮所。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伫全世界为着这疫情，拢无法度出入，无法度正常生活的时，主阮感谢你，有阮恩待台湾，互阮资源教育，互阮会通出入，阮伫生活中间，也要主你成做阮的瓦靠，阮的帮赞，继续引带阮，互阮伫每一天充满你的平安，甲毋忘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这个国家城市祈祷，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列邦拢学乐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祝福阮，上帝要祝福阮，地的世界拢要敬畏伊。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愿上帝帮赞，互咱的执政长官有智慧来敬畏上帝，
也互咱所做的这疫情的政策，拢会通利益伫咱每一天的生活。咱恳求主上帝来帮助，互即边即个搬少的困难所造成的这个传染吼，咱恳求主来扶持来帮助来阻止到目前为止，感谢主互咱会通伫即个控制中间无大量的流行，所以咱开声来祈祷，为着咱的这个陈时中部长咱的决策者，搁有这纾困等等者咱会通为着这政策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靠主的名来宣告，阮今日天公的观念，阮今日教会的观念，要来捆绑着官渡，主啊，奉你名捆绑时空中黑暗的关系，离开台湾山河，台湾的百姓和这边的当局，知影人敬畏你，无敬拜人手所做的，主来使我帮助，来接纳民主，来保护每一个家庭，拢会有好的政策，来祝福这地土地百姓。主，阮感谢你，互阮的执政掌权的这个单位，无论是总统、行政院长，也是阮的卫生部长，愿主你来说，互因有好的政策，因为好的政策就通互百姓平安徛起。安居乐业，也互阮面对疫情的流行，助力犹原伸出你的圣手，保护看顾，互台湾会当成做全世界的祝福。也愿主，互阮继续用谦卑的态度来倚靠主，因为只有谦卑，才会当互阮过了搁较好。愿主来祝福，也互阮所做的一切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咱为着咱的需要，咱移伫头旁来祈祷。咱做用这段圣经做来宣告。我必须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伊的老母甲伊号名我必须，就是讲我生伊是真艰苦。我必须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予我无抵忧闷。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我必须因名叫做毋知偌艰苦啦总是伊求上帝，上帝就应允伊开阔伊的境界。咱咪为着咱伫心灵的艰苦，也是需要为着咱伫婚姻感情产业要得到上帝产业来祈祷需要工作，面对疫情的影响，有的工作拢受影响，拢放无薪假咱学业，搁有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即马拢关伫厝内毋敢出去，所以彼此的中间。毋茫有和睦无伫遐咧搭水果烧麦相拍练身体安尼所以咱为着这来祈祷。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这需要的，你会通徛起来同工会为着你来祈祷是你的手放伫你所需要祝福医治的所在，咱三甲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来伊伫保护看顾阮的免疫力、阮的呼吸系统、阮的消化系统，特别这呼吸系统保护阮的肺部，无受到这病菌的影响。主啊，互阮伫这个3到4无的病菌，互阮会通自由来到你的面前，你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望充满伫阮的中间，感谢主。主耶稣，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受刑罚，阮得到平安；为着阮受鞭拍，阮得到医好。保护看顾阮，无拄着困苦，无拄着灾难，也伫困难的中间，主你带阮
面对，也会通脱出这个艰难，也互阮会通闪避伫这个瘟疫的毒害，保护阮的呼吸系统，特别阮的肺部，求你来保护看顾，无受到这个瘟疫的病菌的搅扰。愿主你来医治透放，互阮心身灵拢得到自由，灵魂体得到兴盛。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咱为着这礼拜来守望来祈祷，上帝话安尼讲：我要全心感谢你，伫这个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努力，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了你的名，因为你予你的花做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救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予我的心有快乐。咱为着牧师，为着这个服侍人员来祈祷，为着咱彼此甲上帝关系来恳求祈祷，为着今仔日新竹大专的纪念主日，求主来供应因伫事工甲经费的顶面教育这礼拜三有祈祷的见证会，欢迎咱来参加。愿主来透过祈祷见证来看见上帝奇妙作为，透过小组的关心代祷。虽然有当时咱无法度出门，也通透过电话联络关怀代祷，互咱伫内心的惊吓不安，会通因为彼此的代祷，互上帝平安甲咱三合同在。咱作为起立，咱为着这个区来祈祷，愿上帝来祝福，互咱会通享受伫这小组的团契内底，咱开声来祈祷。主，阮感谢罗你，因为你告我大权能，互阮会通有五望伫惊吓的中间。主，你讲愿恁平安，享受你的平安，甲五望，互阮会通伫即个瘟疫流行惊吓的世代，阮用平安的态度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主。主啊，今仔劳苦重担伫你面前来自责的，你就要互因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愿主你享受，互阮透过小组彼此的关怀代祷，互阮会通伫主耶稣基督内底享受你对顶头来的平安甲喜乐。阮也要做伙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诗篇117篇讲：万国啊，恁就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就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你就学乐耶和华，咱要做伙用欢喜跳跳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的
敬拜，感谢咱的学老，因为伊是救赎咱的主，伊是救咱活命的主。咱要搁一摆欢喜来到伊的面前，咱要来大声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先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哈利路亚，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光降临，尊贵荣光，能力权柄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荣光，能力权柄归伫你，你是康定，你是康定，你是康定，我的敬拜。咱们用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对待咱，毋那是安尼，上帝对待咱是热情，是互咱活命的疼。咱要搁一摆用全身躯的气力来敬拜伊，阿妹吗？阿妹，咱搁较欢喜。咱用拍手来敬拜伊，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搁一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光降临，尊贵荣光，能力权柄
亲像，大家请坐。有两三个人靠着上帝的名，靠着主的名，主就要伫咱的中间，愿上帝国降临。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伫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白石，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生活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伫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白石，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衬我，世界大领来隐藏，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衬我，世界大领来隐藏，多多为你来换。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伫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白石，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伫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白石，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来，做伙来。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衬我，世界大领来隐藏，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衬我，世界大领来隐
着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来替咱求，因为咱是伊疼的宝贝。有人咧替咱祈祷，有人伫咧替咱祈祷。心是你的祈祷，渐渐开来的无，流目屎，伤心泪流，亲像雨水，主同款，袂当了解你实在的情形，以为万有，别人替你祈祷。爱记得有人，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做阮同心来到你面前祈祷，为着阮家祈祷，也为着遐个困苦四散、内心忧愁烦恼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感谢为着阮伫海外的遮个主地，今日孙来祈祷。伫面对不安、惊吓的世代，主阮需要你的引带甲你的同在。阮用祈祷交托，用祈祷来亲近你，互阮心灵得到平安，得到自由。会当互阮所带倒的对象，因的心会当柔软，心会当较无，心会当得到自由。当阮同心敬拜，是阮恳求主你的宝座设立，透过俄罗敬拜，你来接纳阮，也甲阮三甲同在。
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是请咱参加起立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是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叫我比比小可的人，互我甘喜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信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伊的，为保守你交伊的，耶稣恩典那为耶稣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更福音是为平安主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交伊的，诚心感动那为耶华，互我心在归心。承受福音，亲受感化，荣耀我心情平。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交伊的。会行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一愿一大，尊贵的永远无地无路，伊命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交伊的。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的主宰，万关的上帝，愿感谢主你，因为你有大的疼痛甲怜悯，也保守阮这个时阵会当三个自持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你。这是你予阮的机会。虽然伫阮的四周的中间有济济的兵役咧威胁阮，总是阮犹原心心灵勇壮，因为阮知你时时甲阮相伫地，阮深信你保守阮，阮所一切拢交托伫你，因为你要带阮到阮的日子的路尾。主，阮知你的国度要扩大伫即个特别州，透过你奇妙的作为，互阮看见。虽然阮有威胁，总是阮也看见，阮的世界暂时的安歇，看见济济环境的改变。阮搁一摆看见主你，透过安尼，互阮搁一摆来反省。过去的日子中间，阮减载济济来吞踏你的土地，无保守你所创造即个宇宙。直到互阮济济的病痛伫阮中间来发生，拢是阮看见毋茫，因为阮看见你的名伫逐角落受到高举起，济济人愿意跪伫你面前来求你赦免，阮今日犹原共款，因为阮无比人较好，阮只有是歹个，总是阮受你先警调，诚做你的惊累，就阮会当勇敢伫你面前求讨，为你保守看顾。
主你的话要伫台湾即个岛屿透过大专时工内底着讲法，互阮透过因来建立因的信仰，互因一生拢会当天条主你。主，阮也求你看顾，互阮济小组伫即段中间袂当相甲自责，同时求你互因有教育的信心。伊过来日子就三甲踏出，三甲关心，三甲勉励，透过小组第二区的中间，互遮个兄弟会当搁一摆去着起做，求你遮个副长、小组长三甲伫地。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照着安尼，搁一摆来三甲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建立阮的敬拜。阮的祈祷拢上到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求主怜悯，听阮祈祷。多谢。咱三甲来启用文第55篇。经文第55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所出。圣诗后面经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啉什么，要食什么来操烦。茫的，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在操烦？性命敢无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医学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若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长，因无劳苦，嘛无芳泽。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有比花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活着，明仔日要互人迄伫花炉。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恁敢无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通免操烦，阮要食什么？也是阮要啉什么，要穿什么？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先追求恁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日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声一日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是要请第5区的兄弟来学了上帝。因要入的死是注重耶稣来阮的厝，注重耶稣来阮的厝，一切拢要改变。这是请咱。
这时阵咱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2章。是拢圣经《使徒行传》第12章，咱要对第4节来看到19节，真长的经文，请咱做伙来看。希律掠彼得，甲伊关伫牢监，交互4班的警卫固守。逐班有4个兵。希律按算要伫跋过节过后，甲伊带出来，伫众人的面前审判。彼得就安尼，互人关伫家里。教会为着伊对上帝迫切祈祷。第6节，希律要带彼得出来审判的前一暗，彼得困伫2个警卫的中间，互人用2条铁链连着，佮有警卫伫门外固守。忽然，主的天使徛伫遐，有光伫照监房，天使打彼得的肩头，甲伊叫醒，讲紧起来，铁链就对伊的手落落去。天使对伊讲：要下地，下清地。彼得就照安尼做。天使佫讲：换衫满地对我来。彼得就对伊出去，毋知影天使伫做是真诶，想做是看做异象。因经过警卫所第1关甲第2关，来到通入城迄个铁门，门自动开，因就出去，行过一条街，天使随时离开彼得。第11节，彼得一个请讲：当我真正知，主找伊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人一切的计谋。伊明白这个经过，就去约翰，嘛叫做马可的老母玛利亚的厝。伫遐有真侪人聚集伫祈祷。彼得拍外门，有一个女婢叫做罗大出来要开门。伊认得彼得的声，欢喜甲袂顾得开门，就走入去报告讲，彼得徛伫门口。因讲你伫起讲，伊坚持讲有影，伊就讲。安尼一定是伊的天使。第6节，彼得一直拍门，因开门，看到彼得非常着惊。彼得比手叫因安静，甲因说明主带伊对家出来的经过。彼得佫吩咐因将这个消息报告雅各甲众信徒。又离开去别的所在。8节，天光的时，兵丁毋知彼得去倒落，就乱吵吵，又叫人去找，毋过找无，就审问看守，下令甲因处死。这个代志以后，希律离开犹太去该撒利亚，住伫遐。以上，这是要请本堂交医务书报来讲道。伊讲的题目是通关密语。通关密语，台语要安怎讲？通关密语。请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互阮面对做这的劳苦重担，你赏赐阮有通关的这的语言，会通帮助阮随时甲你连线，得到你所要供应一切的资源甲帮助。开阮的心窍，透过你的真理，互阮晓悟，也互阮用信心来行的时，阮拢会通成做主你所动用的器皿甲管道，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弟兄姐大家平安。
今日透过这段的圣经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要伫遐来赢过遮个难关啦吼。咱知影伫即个疫情，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在传的中间吼，对中国大陆开始嘛吼，有真侪社区因开始就有家己的封闭，你若乌北来，就不爱互你入来安尼吼。讲你毋是阮即个社区的，就不爱互你入来。所以因若要入来吼，家己的社区的，爱搁量体温，爱搁挂喙安，搁有咧，搁有通关的秘密的语言所以比如讲，3个臭皮匠，3个臭皮匠，你若像咧做饼的时阵，赞助口令谁？你着爱答你答啥？3个臭皮匠。咱看觅胜过诸葛亮对毋对？还是胜过诸葛亮？拢毋对结果啥嘛？因有家己的迄个通关密，就是啥？错的都一样咱看讲有真侪咱面对即个困难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家己的通关密语？法国的内政部长伊咧提出一个报告。是讲伫即个疫情伫流行的时阵伫巴黎市内底最近迄个因为无法度出去嘛，无法度去运动，所以伫厝内安怎小拍练身体看是拍某拍翁安尼所以有大概有36%的增加36%的即个家暴伫厝有即个暴力的事件面对咱这疫情的咧流行的时阵，咱看咱会担心啥？即摆咧放无薪假即摆咱民主回不去所以对经济问题最近咱的政府伫推动啥？你的自营商有面对困难的时阵，甲你纾困有几万。3万慢慢等慢慢想种真正3万你等看觅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面对经济问题，面对你出去，你有去成品无？有无？你无炸手机你无收到简讯有炸手机去，你若伫迄个成品遐你就收到简讯，讲叫你啥？爱自主管理，为虾米？因为迄个搬少的监听的官兵，讲有去遐赖扫啦所以检在你若有炸手机有足，即马甲你定位随甲你通知讲，你伫迄个危险的地区，所以你爱注意，爱自主管理。自主管理会当出门袂？会啦，也会使出门啦若自主在家隔离隔离就袂使就亲像旧约是圣经的时代，讲你若隔离，你袂通甲人群接触不过爱真细意，就是讲咱爱注意咱的身躯的健康的管理毋通造成遮疫情伫遮来影响所以咱的会友嘛有几个安怎有去接到简讯，所以就毋敢来伫教会所以咱拢会注意，佫会担心啥？卫生纸毋知有够无？喙安毋知有够无咱会烦恼伫国外遮的囝儿时岁对无？伫迄个纽泽西啦也是讲若有较远纽约的咱看美国的即个疫情比咱佫较严重，所以咱会烦恼呢。咱会感觉遮个囡仔毋知有平安无文革长了伫提出大道时阵新妇要出去买一个菜嘛会惊的，惊讲转来毋知有早即个病菌转来无，所以有真侪安尼，咱面对有真侪遮个看会到，还是看袂到的遮个困难困境的时阵，咱要安怎去面对以有所人书第6章12节，咱做下读来，因为咱的交战毋是对着血气的，就是对着遮个办证书的、遮个掌权的、甲遮个暗示、遮个君王以及天中海的神。所以咱面对的，毋是干那是讲看会到的，佫有迄个啥看袂到的
所以咱伫迄个看袂到的中间，要怎征战，要怎伫遮来对付这就爱有秘诀啦吼。你是毋是有迄个通关的秘密的即个管道，伫遮来帮助咱吼？咱面对遮，咱是毋是会通做啥物？检测有当时咱无法度做啥物的时阵，要安怎？咱只有恳求讲耶稣啊，你互阮有遮个帮助无通关的密语无吼？遮秘密的语言，互阮会通知影安尼，透过安尼来领受你的帮助，甲你所要想事的平安。今仔透过即段的圣经，咱要来想两个目的吼。头一个就是讲，拄当咱毋是干那疫情，伫咱的平常时咱的生活中间，咱是毋是拄着遮困难？检测我知影有个人拄着生理、拄着经济的问题、身躯的问题，是毋是咱甲主上帝中间有迄个通关的密语？第二，当你伫即个困难、伫即个难关的过程的中间，要安怎互亲像伫发生伫彼得，也是初代教会遐个新约基督游园，伫即个世代，伫即个时阵会当发生伫你我的身上吼。啥物人会当伫遮来帮助咱？咱知影，对因司提反伊顺道了后吼，教会就大大受到迫害。其中有疗伤未到的，愈来愈严重的即个迫害。对希律家族，咱知影希律王朝，伊是对主前的63年，到伫主后的100年左右，大概即个希律的王朝，伊的家族统治伫即个巴勒斯坦加利利的即个地区哦。所以咱来想讲，即个希律是咧讲啥吼？咱来先来看伊的家谱啦。大希律，咱知影大希律是啥？杀耶稣迄个大希律啦吼。当东方的博士，赶紧看到迄个即天文学家吼，看到星象，迄粒星足特别，所以来找，刚好伫希律遐讲阮来找一个新的王啦。打害咧对无吼？是啥物人要来甲我争做王？但是伊计好呢，伊伫遮伫遐讲，恁若找着吼，恁就赶紧来甲我讲，我通来拜伊结果心内就讲，你若找着，一声要死，对无？结果咱看讲，东方的博士，因带黄金、乳香甲物药，找着耶稣，献互耶稣了后，因本来要去甲大希律报告结果上帝甲因感动讲，毋通，恁对别条路倒转去恁兜所以因为安尼，希律就大生气将伯利恒2岁以下所有的遮红鞋拢安怎，拢甲杀死伊带5个某生7个囝所以伫遮咱看讲，第2代内底有连囡仔你要甲我造反是无？怎甲杀掉过来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安提帕安提帕即个伫下骹第2个即个是安怎？关洗礼约翰，然后甲抬头佫欺人耶稣，所以即个家族足歹，你知无对大希律迫害即个要追杀耶稣，过来安提帕伊嘛真歹即个家族作乱是安怎？伊带啥兄弟的某，兄弟也弟弟，然后就用计谋来抢兄弟的某所以伫遮咱有看希罗底伊因为洗礼约翰甲伊骂安提帕讲，你哪会去抢你兄弟的某？骂因讲你这袂使安尼起毛歹所以伊的查某囝伫跳舞的时阵，即个撒罗米伫跳舞伫一边的宴会中间安怎？哇，王欢喜，查某囡仔你爱啥物我拢甲伊答应。你去问因老母希罗底希罗底讲要爱啥物话所以伫遮帮助伊甲关者好，希罗底就甲因查某囝讲啥？爱洗礼约翰的头。
真正呢，即个撒罗米就去甲王讲哦，我要爱啥？爱洗咧约翰的头，结果真正就安尼甲洗咧约翰甲抬头啦吼，这是安提帕吼。作乱是安怎？希罗底本来是嫁互伊的阿叔即菲力一世，过来咧安提帕安怎甲抢过来安尼吼？过来咱看这撒罗米嫁互伊的职工，安尼有乱无？有乱啦吼！大概我要讲的就讲第三代，今仔咱所看的即个希律王，就是第三代阿基帕王啦吼。这嘛真歹吼，所以伫遮来提雅各，搁来安怎掠彼得。所以今仔日咱的重点是咧看伫即个阿基帕圣经有人是写希律王，所以咱爱小可了解者讲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今仔咱所看即个希律王是希律王朝的第三代阿里多布的即个囝叫做阿基帕一世好，这大概互咱了解讲希律王朝因伫百外年的中间来统治伫即个犹太的地区加利利也是讲即个巴勒斯坦即个所在。对安尼，咱来看伊讲学生伊即个阿公甲伊的阿叔，过来阿基帕开始咧迫害对耶稣开始迫害教会，然后到伫阿基帕伫遮搁较严重来迫害，所以伫遮来杀雅各即使徒雅各，过来咧掠彼得落伫家里即阿基帕伊本身是有以东的血统，以东是啥物人的兄弟以色列对不对？雅各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以色列人、犹太人对伊无欢喜，过来伊受到外邦的一寡只文化教育的影响，所以犹太人对伊无啥欢喜，所以伊因为安尼，伊搁带一个犹太马加比咱捌听过马加比王朝因太太是马加比的即个后代所以伫遮因为安尼，伊要来救遮个犹太人互因欢喜，所以伫遮安怎来杀雅各杀雅各了，伊讲犹太人兴即味的，所以食了栽滋味，过来继续来掠彼得会记得伫雅各甲约翰，伊来找耶稣，想讲若讲袂赢搁带伊的老母，所以伊的老母叫做撒罗米，甲拄迄个查某囡仔共名啦西比泰的某。所以伫遮我要为虾米要讲即段，就是讲雅各互人杀，后来啥？这使徒约翰关伫底，拔毛啥？海岛伫遐关伫遐死伫遐然后咱才有启示了通好看，安尼了解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找老母来关税，讲啥？主你的国正平甲倒平，互我两个囝坐所以耶稣就甲讲啥？恁所求的安怎？恁毋知啦。我所要啉的杯，恁敢会法度啉？因啥？会哦，足有自信的来，过来，咱做伙来读来。伊甲因讲：我的杯，恁果然要啉，总是坐伫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通互人。多是我的杯，为着什么人备办的酒。耶稣就应允安尼会啦，恁会啉，有啉着的所以伫遮雅各就安怎有啉着无？去用刣死啉耶稣的杯因为耶稣爱付出代价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顶所以这是小可互咱了解讲这个过程第三，咱看讲掠彼得，然后要伫搬过节的时阵来办伊，意思就是要刣啦。为虾米选择伫即个搬过节会了后
因为搬过节是因咧纪念上帝救赎一个真要紧的日子，纪念啥物？搬过节，因祖先咧出埃及的时阵哦，法老王无爱互因走，所以上帝就好，第10个灾害就是啥？胎大囝，胎精生的第一个所以伫遮咱看讲，好，摩西你去甲恁遐的百姓讲杀一只羊仔血抹伫门楣甲门框，然后咧，伫遮安怎？恁若抹好天使就会搬过。结果迄间拢怎？无啥物代志来发生若遐埃及人因若无抹羊仔血天使入去，大囝死，第一胎会死。所以伫遮因是咧纪念上帝的救赎咧，伫即个时阵大概平常时耶路撒冷才有4-5万人伫出入，但是伫搬过节，大家拢做伙倒转来到耶路撒冷，要伫遐来庆祝，所以迄个时间大概有300万左右的人伫出入所以伫遮希律伊就讲啥？好，等即个搬过节过了，才来甲提防啥物？提防遮个可能动乱，然后伫遮暴动了后去甲抢救安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讲希律伊就派重兵伫遮来固守，有偌济人来甲固守？4班，一班4人，所以安尼拢总偌济？16个人所以16个人伫遮，门莫关，叫因较细声就好因为要互伊通风，门莫关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派重兵伫遮要来固守，然后咧当伊咧困的时阵，彼得咧困的时阵，边有2个咧顾，佫用铁链甲锁定甲链条的，走会去袂？敢真正？若照一般人讲，这无可能走嘛。但是咱看希律，伊知影彼得有逃学的经验，有无？你看《使徒行传》5章19节，伊有一边去用关伫家里，嘛是安尼顾甲好势，结果咧，嘛是逃学呢，安怎逃的？嘛是天使来甲救。所以检察嘛知影讲伊有逃学的记录。所以派真侪遮的兵丁伫遮甲顾牢的所以有当时咱看面对这教会伫为着彼得咧祈祷，是要安怎祈祷？这个瘟死的要安怎？但是大家嘛是为着伊伫遮来祈祷。所以面对着这个看袂到的这个属灵的情境咱看雅各洪台啦，使徒约翰到尾去关伫迄个伊算伫希腊拔摩海岛伫迄个所在旧年阮无去即个所在因为爱搁坐船坐足久去迄个所在看者搁爱坐2-3点钟的船这所以旧年阮就无去迄个所在所以伫遮咱看伊讲，伫迄个看袂到的即个属灵的情境的内底，安怎？有当时咱会想讲，为虾米雅各洪台彼得去互人放出来？有人伫甲问啦，讲是安怎？我讲我嘛毋知这上帝主权啦，总是有个人有个遮神甲咧回答讲啥？雅各去洪台是作突然啦，袂赴祈祷，人彼得还佫有时间，所以大家真迫切。这我去查遮资料，有即款的讲法，总是咱毋知影，这主权拢是上帝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咱面对这困难就是讲，亲像即马这个疫情，看袂到，你无法度来预测，你要安怎去防范？你讲法度讲挂一个显微镜的显微镜伫遮9倍安尼，遮有困无法度嘛所以你无法度去伫即个中间去面对遮个情境。第二，咱看讲即款的困难是无法度预测的咱这新加坡本来这是防治疫情的模范生嘛总是结果安怎？
因为外籍的即个劳工哦，迄真做是一个破缺所以最近冲甲几万的逐工有啊超过几千的安尼吼，所以咱敢有法度预料讲伊会变成安尼？咱敢有法度预料讲，哇，咱拢受到美国的股市影响嘛，所以伊若安尼落，咱就安怎对落所以会影响到即个经济，咱嘛无法度预测啊。我昨问少年讲，恁即摆最近加油，恁会感觉足爽无？足爽的吼，本来加一桶油乌多摆爱差不多120箍讲即摆加一桶油差80箍就满安尼所以你敢有法度预测讲，即摆迄个原油一桶安尼你去买佫倒插钱互你所以安怎负了所以伫遮咱有讲有真侪无法度去预测，面对着遮个疫情，咱嘛毋知讲要哪面对。总是今仔日昨暗今仔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讲以色列的专家讲啥？讲未来应该才有70天即个病毒会从消失去看到即个消息我也感觉足爽快安尼咱有当时也会担心讲，到底即个病毒啥物时阵会结束？所以伫即个瑞士有一个滑雪伫即省市的真度假的所在每一年伫1月底，大概全世界的即个政要、即个政治领袖、即个经济即个可能一寡执行长是讲论坛即个媒体等等，因拢会伫遮来开即个世界经济论坛即叫达佛斯达佛斯伫即个所在来讨论讲，即马所面对的即个困难要安怎伫遮来面对。所以像美国的总统啦，还是各国的总统，因拢会伫迄个所在来开，每一年拢会来开即个经济论坛。逐个就是咧研究讲，要安怎来应付目前所拄着的即个困境专家伫遐咧提醒讲，咱有真侪无法度去预测的，咱只有爱安怎，搁较谦卑，才会当互咱明仔载过了搁较好啦。咱会承认讲，咱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伫遐专家因面对即款的无法度预测的中间，只有提出讲，咱爱搁较谦卑啦，咱才有法度去面对办法安写。OK， 伫遮咱有看伊讲，即个心理学家罗洛梅，即个伊讲一句话啦讲因为遮疫情、遮困境所造成，互咱会感觉讲啦，奇怪哪会？有当时安尼惊吓，哪像咧操烦忧郁，也是讲即个焦虑咱做伙来读来用华语来，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其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和无助。你甲问你的边仔讲，你有即款的感觉无？有可能啦。伫咱感觉面对即款的困难的时阵病毒的时阵我毋知无法度做啥逐工着看新闻看遐即寡拢，互咱心惊不安的，对无？连伊咱着会来讲者减在互咱面对不安的时阵最近有即忧郁协会有提出即5个就是安、静、能、死、忘啦咱先来看即段影片好无？嘛小可做一个广告者嘛，防疫的广告来声音。这个声咱足熟悉嘛逐工拢会出来。今天告诉大家如何以心理急救的啥物叫做安、能、细、忘来应对疫情的压力。1. 安全，请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维护自己的安全。2. 平静，每天观看疫情新闻，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以免增加焦虑感。3. 提升能力，多运动，吸收防疫知识，提升对抗疫情的能力。4. 联系，多跟亲友联系，互相鼓励。5. 抱持希望，只要全民合作，一定能战胜疫情。感到焦虑、沮丧时，可拨打1925安心专线，接受专业的协助。切勿用烟、酒或其他药物来舒压，以免留下不良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保持健康的心情，战胜这次的疫情。有当时咱会因为讲遮个外在环境的变化，互咱心中有真侪遮个怎惊吓开吼，像迄个狂起来安尼吼，咱的自律的神经会影响咱有遮个反应吼。伫遮咱要看讲透过遮个方式检测会有一寡帮助，但是无法度完全帮助你吼。安是安怎？你要安怎伫水压所内底平安？除了你嘴暗挂咧吼，总是你心内感真正有平安嘛吼。所以需要透过圣经内底帮助咱伫安静的内底吼。毋是干那一直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你超过30分，你就看这也歹消息歹消息吼。你愈看愈惊，你愈毋敢出门，愈毋敢出门，就愈安怎愈黑白想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你安静伫遐祈祷，然后读圣经，然后有人感觉讲我啥物拢袂通做嘛？其实毋是安尼吼。当你安静的时阵，上帝互你有一寡遮个创造的无共款的想法吼。互检测有利益伫你的生理哦，所以安静的时阵，上帝互咱有智慧，免有好的对策方法哦。搁有就是讲，咱透过即段时间检测，有个人无法度来小组，无法度来教会，你有敲电话甲伊关心者无？哦，当你内底有即个负面的想法的时阵，要敲啥？1925吗？还是要敲啥？敲区长，敲小组长。靠牧师拢会使，其实伫咧透过安尼吼，会通透过代祷，互咱的心中会通有安怎较正面的，莫干那一直想遮负面的吼。过来，咱看讲，到底啥物人通帮助咱？耶稣你会通帮助我嘛？伫你困难的时阵，你祈祷，耶稣有伫甲你听无？所以透过即个通关密语，就是讲啥？你要安怎伫遮迫切伫遮来祈祷吼。你看希律王，伊看犹太人真爱即个吼，杀遮个也是讲掠遮个基督徒，总是教会安怎？教会起来，然后迫切为着彼得安全，因为隔工就要互杀啊，你知无吼？搬过节了后，就即个头就保袂牢啊吼。所以大家有时间伫遮迫切。为着伊伫遮来祈祷吼，做独独吼中文讲缺吼伫遮台语讲独独，但是大家真迫切。其实有真侪圣经的翻译吼，有诶讲啥迫切、切切、恳切，有另外的翻译讲啥无停止啦吼，无停止伫遮来为伊伫遮来祈祷。这好像圣经甲咱讲吼，恁来安怎常常祈祷啦吼，不停的祈祷伫遮吼，上帝就将出人意外平安来赏赐互咱吼。希律要互犹太人欢喜，总是咱要安怎？积极为着咱所需要的，为着咱的兄弟吼，用祈祷伫遮来回应吼。所以当教会起来为着彼得咧祈祷时，奇妙的事发生啊吼。虽然当兵伫遐固守，总是咱有看见讲天使搁一遍来啊！吼，有5章19节的经验，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天使来，拄啊讲拍警教头，吼，嘛有翻译本讲拍伊的鞋下，起来哦，裤穿好好哦，毋通脱裤走啊，吼，所以迄个讲啥，束好啊，吼，然后咧鞋穿好，准备要走啊，吼，然后咧衫换好，吼。要去卡龙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透过天使伫遮，搁一遍来行奇妙的作为，因为大家独独专心，也是迫切地替彼得伫遮咧祈祷。所以咱看讲，16个人每一班死的人，铁链仔链条的，边仔搁有人固守，所以伫遮咱看讲，伊甲叫醒讲起来，伊搁安尼迷茫啊，吼，伊掠做讲伊足够看异象安尼吼，就讲这可能还搁咧迷茫，结果咧，处理到街路的时阵，是真的呢，是真的呢，所以伊就伫遐来逃脱吼。有两边的经验，不该困甲戆叫，吼，
啊，这应该是困袂去，计敢要用抬头啊，结果安怎？困甲戆戆叫安尼吼。所以耶稣变毛伫山顶的时阵安怎？好啦，起来啊，起来啊啦吼。搁来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安怎？祈祷，恁甲我警醒吼，一斗久我去遐祈祷吼，结果转来讲啊，搁咧困吼，安尼几啊遍对无？吼，迄个时阵吼，无应该困，困甲戆去啊，这应该困袂去的啊，但是圣神甲伊三个同在，拄着遮困难的时阵，犹原啊，会通安稳，甲天使甲拍醒了，伊当醒开安尼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当圣神甲咱三个同在，透过祈祷，上帝出手，人无法度阻挡，所以遮个铁门无法度来阻挡，遮个铁链无法度来阻挡。咱看讲，因为即个雅各受害，咱拄仔讲迄，毋知影上帝安怎来作为吼，这拢是上帝主权。上帝透过天使搁一遍来拯救彼得吼，然后咧，有当时咱面对即个苦难要临到伫咱，也是无临到伫咱，咱毋知影。总之，咱像耶稣所讲，讲爸啊，你若肯将这杯啊刷走，若无吼，倒照你的意思啊，毋是照我的意思啦吼。所以伫遮咱面对，咱毋知影讲到底是安怎？亲像拄仔牧师所讲的，讲都袂赴祈祷，也是安怎？彼得就有较侪时间来祈祷。总之，咱相信讲祈祷，坐祈祷就坐有气力。所以彼得伊受救了，伊出去安怎？伫遐拍门，哦，迄查某囡仔落台认得伊的声。欢喜甲袂顾哩，讲门也无甲开啊，紧入去讲，彼得转来啊，彼得转来啊！遮个使徒啊讲啥？你是咧讲的啊？你是咧起笑哟？你是看到鬼哟？吼！所以有真侪时阵吼，咱安怎？当咱咧参与祈祷的时阵，是毋是咱有相信啊？咱是毋是相信上帝有超自然的即个做法伫咱的中间？当咱咧恳求祈祷的时阵，咱看上帝出手，上帝互咱伫迄个困难的中间去经验到，亲像彼得伊受抢救出来即款的过程吼。最近包括文革顶落有真侪人伊有传即个影片啦吼，祈祷会当展现啥物款的快乐，有啥物款的帮助，咱来看即段的影片。声音哈。每个人有不同的职责，用不同的方式与病毒抗争。唯一相同的是祷告。有人大惑不解，美国不是科技第一吗？怎么要求神？当人们居家避疫时，全美各地的医务人员却赶往纽约，如同战争爆发时从安全的家乡奔赴前线的勇士一样，与病毒短兵相接。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更明白这是一场胜负难料的征战。因为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所知甚少，现有的知识和药物似乎无济于事。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医护人员的死亡率大大高过闻风而逃的普通人。据纽约报道，到4月15日，纽约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已有3000人染病，但他们没有退缩。这时，勇气比医术更重要。他们的勇气来自哪里？美国医疗队像军队一样，出征前必有祷告。没有一场战争不死人，上阵前的惶恐是人之常情。再强大的军队也不能保证每个将士都能全身而退，再精良的武器也无法让每个士兵毫无恐惧。唯有祷告才能安定军心，加添力量。这是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这座6万吨的庞然大物曾参加过多次战争，屡建战功。参观者往往定睛在130多架战机的强大战力上，却忽略了3500多名官兵的精神支柱是在下层甲板一个不大的舱房中。这里是军舰教堂，配有随军牧师为每一位官兵服务。军牧的职责是主持崇拜，带领祷告和查经，为官兵提供心理上的帮助。随军牧师制度起源于1775年，由美军第一任总司令华盛顿创立。直到今天，美军一直保持着出征前由随军牧师带领祷告的传统，堪称兵马未动，祷告先行。不但前方殊死搏斗的士兵需要祷告，
后方运筹帷幄的统帅更要祷告。这些人决定国家的走向，唯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卑微的罪人，才可能保持冷静和节制，做出明智的决策。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是神，而不是人。祷告是美国抗疫领导小组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祷告是医生护士们最大的依靠。纽约长老会医院执行长科温博士说，医院的2000名医生、1000位护士和500位员工已自愿重回最前线。他说，这非同寻常的无私投入是一种真实的精神，是美国精神，是纽约精神。4月12日，全美度过一个极为特殊的复活节。人们虽然不能聚集在一起，但用各种方式祈祷、谦卑认罪、求神怜悯、宽恕。4月13日晚7点，正当纽约人照例打开窗户鼓掌感谢医护时，天空突然出现2道彩虹，照片纷纷传上网，有人激动落泪，有人回应，这是更多人回转向神的证明。有人写道，神给了我们从黑暗入光明的信号，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彩虹为证。当人用同心合意咧祈祷时，咱看上帝就透过大自然伫遮对咱伫遮来回应吼。因为同心的祈祷，咱有看见吼，上帝咧掌管至悬的咧掌管人的国，人袂通做啥物吼。人只是安怎上帝所安排伫遮来做管理的人嘛对。所以上帝透过祈祷，互咱甲伊有连结的管道吼。咱看伊美国遐尼强大的国家，今仔日诚做全世界面对疫情检测是第2严重的，咱知影第1严重的是啥物人吼。第二，伫遮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咱看讲，因为即个祈祷，互人会通勇敢去面对这个困难，然后咧勇敢去对付，然后勇敢去付出。检测是面对迄个生命的丧失，总是因有缘的勇敢壮大吼。总是真讽刺，就是讲，遮个初代信徒因伫遐拍拼咧祈祷的时阵，彼得出现伫因兜的外口的时阵，因搁安怎？罗代你是咧起笑哟，你是咧讲妄假哟，你可能是看到伊的天使啊，对无？有当时咱祈祷还祈祷，总是咱会安怎伫遐搁继续烦恼？祈祷了，搁安怎？搁烦恼，烦恼了，搁祈祷。到底是要祈祷还是要烦恼？所以常常因为安尼，所以彼得就出现，就伫遮安怎？伫遮来甲因分享安慰因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信心若对袂着咱所听的吼，迄个信心是安怎无效的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你听道理总是若无信心，是无有信心无听道理吼。有当时无法度伫遐来配合，咱来读这段圣经来。总是所听的话无利益因为听的人无用心甲道理相合，无配合嘛吼。所以彼得最后咱看讲，伊专心伫遮面对这个征战，伊赶紧去拜托因伫遮去甲雅各另外一个雅各就是耶稣小弟，即个教会领袖讲过来即个希律王有啥物款的动作，所以咱爱搁较有智慧来面对。结果咱看伊安怎掠无彼得所以会通安全伫遮来逃脱。咱面对即款的黑暗的关系的征战的时，咱嘛是亲像以弗所6章的12节讲啥？恁着爱穿全副的战甲准备好势。伫即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才会通起来伫遮来对付所以彼得伊有好安静，然后准备好势，所以后来伊就离开走到别个所在，然后咱看讲透过伊的分享，伫遮传福音到伫外邦的所在经过几工，咱有看讲上帝就出手上帝出手人赞袂牢所以希律伊有真侪这歹，伊就生气，然后甲遐个兵掠来讲，是恁调工甲放的是无？在审问了，抬这个兵拄笑安尼所以到最后，咱看讲，过大概过几工上帝就出手，然后天使甲伊处罚，结果安怎？死了讲巴肚全痛啦，所以尾也是互痛加死安尼所以伫遮咱看讲兄弟姊妹。
当咱拄着这困境的时阵，来的时阵，无论是啥物款，看会到看袂到，第一个，咱透过这信心帮助咱求耶稣来帮助咱，互咱有对属天来的资源才会开力，才会勇气信心伫遮来面对。第二，咱爱操练呢，拄困难来的时阵，你有法度祈祷无？你要安怎祈祷？兄姊妹，我最后问咱一个问题哦：你耶稣互咱的通关的密语，通过即个难关，赢过即个难关的迄款的秘密的一个语言是啥？你知无？昨有人甲我回答讲啥？阿门。讲阿门是啥物意思？你讲了阿门，是对毋对？上帝互咱的通关密语是啥？靠耶稣的名，你有常常靠耶稣的名？你靠游牧师的名，我来保证安怎？无效，绝对爱靠耶稣的名。搁较困难的是靠耶稣的名。咱做伙起立无？咱做伙起立，咱常常咧祈祷，你爱宣告耶稣的名是上帝要拯救上帝拯救上帝的拯救要伫咱中间哦。所以当咱操练祈祷咱最近咧读取用神的话祷告，用上帝话来咧祈祷，最后是真要紧讲靠耶稣的名，因为这是耶稣互咱一个官兵，一个通关密语帮助咱。咱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伫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会通伫遮祈祷袂？当你无法度祈祷的时阵，圣经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咧祈祷呢，毋是干那圣神。咱嘛有兄弟姊妹，当咱破病的时阵，有人咧替你祈祷无？会拢无声？有啦，咱的祈祷会也将咱的大祷，咱的小组的大祷。若知影啥物人有困难、病痛，拢会传遮的大祷。你知影有人咧替你祈祷？当你臃肿的时阵，你会通替别人祈祷袂？你会通真做一个大祷者袂？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是毋是你的祈祷渐渐开了要无？流目屎，伤心泪流，亲像雨水，主同款话通了解你实在的情形，伊的反复，别人替你祈祷。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第二节，是毋是你的环境充满凄凉烦恼，亲像出大汗，危险时中，迄时阵。暗中替你祈祷，你爱安静，主要主你平安。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无孤单，心内是一阵绝望，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
咱同心来祈祷。主啊，当阮无法度祈祷，毋知要怎祈祷，主圣神就替阮祈祷。主啊，阮知影伫阮肢体中间有人软弱的时阵，阮要同心替因来祈祷。阮看见初代教会替彼得在祈祷，伊伫遐脱离迄受杀害的危机。主啊，阮也看见历世代有真侪只面对困难的时阵，当人同心合意祈祷，主你就出手，你就正做人的帮站。恳求你锻炼阮，互阮知影安怎来祈祷，靠耶稣的名来赢过这黑暗的关系。因为你已经将这个祈祷的权柄赏赐予敬畏你的人。伫地面上捆绑，伫天顶也要捆绑；伫地面上偷放，伫天顶也要偷放。主啊，帮助阮会通用信心来操练，会通相信阮同心的祈祷所带来迄个真大的快乐。愿主来赐阮，互阮伫软弱的肢体中间，当因失志失望的时，阮替因祈祷，互你的权能、阳光充满伫因身上。互因以后也成做别人带倒的勇士，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了解者，其实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那个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向你用祈祷来表达。解即个病毒是阮拢无了解的，造成阮内心真大的惊吓，嘛互阮社会真侪不安。阮唯有信靠主你的大能甲医治，求主你的怜悯，赏赐阮平安甲愿望来度过即届的疫情的难关。阮即马奉献淡薄的金钱，要来做上帝你的圣工所用，求主你来悦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要将这要请叶牧师来报告。咱中间就头一遍做伙来敬拜兄弟也无，好无？若无吼，好，无咱来看周围消息。今日是新历大专的纪念主日，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后主日
咱要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已经报名成员洗礼跟信礼，请伫即礼拜六暗时8点伫5股的会议室来问道理。咱的草会小组发挥草会训练吼，已经伫昨开始上课，然后要报名赶紧继续吼，来学习。咱的手证团也要伫5月初4开始，后才会训练。咱伫5月初4开始的每一礼拜一暗时7点到9点吼，请陈秀文老师来指导，请咱有报名的团员来准时出席。下一个。咱今仔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伫文昌公园的医疗咨询有暂停。咱伫即个疫情的期间，咱也无法度来到伫教会聚会的兄弟咱会通透过教会奉献的即个号码伫遮来进行线上的奉献吼。伫咱周报的第7页第7页有遮个账号号头的遮个转钱，也是讲奉献的方式请咱来注意请咱完成若即个转销的时阵，也是要汇款，请咱爱电话来讲我是要献啥物货咱会通伫遮正确来勘定。即礼拜三暗时8点到9点半有祈祷的见证会，咱做伙来祈祷，来分享见证，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金句读2遍，做伙来。对安尼彼得留伫家里，多多教会替伊切切求上帝。使徒行传12章第50搁一遍。对安尼彼得留伫家里，多多教会替伊切切求上帝。使徒行传12章50。补充讲吼，踮在线上的朋友，假使你兄弟，假使你伫线上听到，也是讲有啥意见，请你甲我讲，因为这有牵涉到咱要安怎传播，对以后影响的人真有意见，真有帮助吼。所以特别是对线上现在在看的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缺点。以上报告。好，这是咱今日来去祝福的诗391首，俄罗提点主宰，因此抓要请余老师来报告，来祝福。心祈祷了是上帝所，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甲伊的引带，会通脱离疫情的束缚惊吓，拢会通心灵得到自由。也愿主上帝慈爱双手，正做盾牌四面来固守恁，互恁出入平安。愿主圣神来感动恁的心，常常用上帝话来祈祷，就互恁的心会通得到5万甲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咱礼拜到遮，愿上帝赐福咱，咱人彼此来请安。